来在地人在地情，来到云林县古溪乡就这个草岭的石壁社区，这个205幸福巴士正式来通车了。云林县政府讲，除了会当依照着个人的需求，事先来注文坐车之外，这全路线阁有导览讲解的服务，当地乡亲会当好好利用。 古溪山区的特色景点有真多，为着要方便游客当来，县府这届嘛特别开通205石壁北天宫到云岭之区幸福公车路线。咱石壁北天宫来经过讲咱的五园两角到我们的云岭之丘，这里的话是非常精华的所在。嘉义区监理所表示，205的路线是云嘉南地区头一条个人非营利组织成立的公共客运，唔但会当帮助在地观光，嘛会当提供时大人就医、采买、学生就学的服务。这条路线已经正式通车，上大的特色就是有当地社区来提供导览的服务。那让客人上到我们这边，不会单纯只是想坐这台车，还会让他知道说，了解我们这边在地的历史或是一些农特产品，也都可以做推广。 希望透过这个路线的开通，会当让更较侪游客来这旅游，嘛，让在地乡亲会当方便通行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